情咧所帶嚟嘅係一個即係集體嘅創傷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香港人係好需要安慰啦。弟兄姊妹好需要安慰啦。咁所以我盼望我哋咧，即係都能夠咧，大家一同嘅去配合啊，咁樣啊嚇。咁上個禮拜咧，志剛咧就講咗即係一個安慰嘅信息啦。咁咧，我就想咧今日咧都好想能夠鼓勵弟兄姊妹咧，我哋能夠咧為福音咧一同嘅齊心努力。咁我俾咗個題目啊，咁咧叫做咧人人傳道，道傳人人。咁可能分兩次講嘅。咁今日係先講人人傳道啊嚇。咁下一次就想講咧道傳人人。咁我都聽翻咧香港咧啱啱呢幾日啦，或者過去呢個禮拜咧多場嘅福音聚會嘅。咁有弟兄咧形容咧就係咧今次普遍嚟嘅人咧係比較安寧、安靜、留心。我相信咧今次呢個災情咧，亦都喺好多人心裏邊咧產生一個好大嘅震撼嘅。咁以至咧好多人都會反思咧，究竟咧人生乜嘢係最有價值？即係我相信好多人嘅人生觀、價值觀咧，都會有一個嘅改變。所以喺一個當前嘅時刻咧，求主咧都使我哋係喺歐洲啦，我哋都能夠咧為主嘅心意同埋為福音咧齊心努力。實際上咧喺應該呢段時間咧，歐洲比較一啲主要嘅城市咧，都有人咧即係發起一啲嘅悼念嘅聚集啊。咁我相信好多人都好想能夠咧即係作出一分嘅力量，能夠做到啲乜嘢都好想去表達。我盼望弟兄姊妹咧，我覺得我哋最有資格能夠咧去安慰到人嘅，因為我哋所有嘅我哋能夠咧傳一個咧和平嘅福音，一個恩惠嘅福音，一個咧使人咧能夠咧人生咧充滿住盼望。咁咧，我想咧我哋一齊讀啊，《使徒行傳》第8章由第1節咧到第3節啦。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有虔誠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為他捶胸大哭。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監裏。咁我相信咧，呢一章聖經咧喺我哋舊年啦，我哋開始喺東非嘅嗰個小規模嘅復興啦，志剛話，即係嗰陣時係一個小規模嘅復興啊嚇。咁咧就有若干啲弟兄啦，咁都有分享到《使徒行傳》，咁亦都咧包括咗咧第8章嘅呢一章嘅聖經嚇。咁呢一章聖經咧好特別嘅，就係特別記載咧一個門徒咧腓利嘅，唔係12使徒嘅腓力，而係咧作執事嘅腓利，或者日後稱為咧傳福音嘅腓利。咁第8章嗰度咧記載咧從嗰日起咧耶路撒冷嘅教會咧大遭逼迫。咁我相信大家都會理解到咧，就係咧第7章嗰度嘅結尾嘅時候咧，司提反咧佢為主咧殉道嘅。咁我相信咧對當時耶路撒冷嘅教會嚟講咧，即係身處喺當中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心理上嘅一個威脅嘅，因為咧大嘅逼迫咧嚟到，使徒佢哋緊守崗位，佢哋留喺咧耶路撒冷，我相信咧都要一個好大嘅勇氣。咁咧亦都有當時嘅有啲嘅門徒咧，亦都開始咧移到去咧其他嘅地方。
咁包括咗咧喺猶太啦、猶太省啦，咁咧同埋咧喺撒瑪利亞省，即係呢兩個省嘅各處，正正咧應驗咗咧，其實主咧吩咐門徒，你哋要喺耶路撒冷等候，領受咧從上頭嚟嘅能力。當聖靈降臨嘅時候，你哋得咗能力，並且要喺咧耶路撒冷、喺猶太全地、喺撒瑪利亞，亦都去到咧地極咧作我見證。我相信當時嘅掃羅咧係好熱心咧去殘害教會。嗱，咁呢度都有記載。但係其實咧，我覺得門徒嚟講咧，佢哋嘅心咧已經早早咧得着安慰，因為主喺被賣嗰個晚上咧，佢有好多離別嘅說話。我睇《使徒行傳》咧，我好多時咧我都會中意有一個對照嘅，咁咧就係主嗰個晚上佢留下嘅說話。由約翰福音13章去到第17章，咁咧呢啲說話咧，正正咧對照住咧日後初期教會嘅出現嘅時候咧，門徒咧所面對嘅遭遇。但係亦都咁講，門徒咧亦都咧，佢哋好能夠享受到咧呢個新約嘅內涵同埋新約嘅福。所以咧我哋早前我哋講話咧離別嘅說話，13至17章咧，其實係對照住呢個新約嘅內涵嘅，同埋呢個新約咧帶俾我哋嘅祝福嘅。所以其實門徒嘅心，可能一方面佢哋面對嘅係一個好大嘅心理上嘅威脅，唔知今朝唔知今晚事嚇，可能今晚就俾人捉啦。但係咧，我覺得門徒喺佢內心裏邊咧，佢哋都有主留下主嘅平安咧，俾佢哋，即係嗰個晚上，即係主留下嘅說話。咁甚至咧，主唔係話咧冇應許咧，門徒可以豁免嘅，冇災難啊！即係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係在我裏邊咧，你哋能夠經歷到平安喎，因為主已經勝過咗世界。咁所以咧，主都同門徒講嘅，佢話咧，即係人要咧將你哋咧趕出會堂，甚至咧殺害你哋，因為佢哋以為咁樣咧去侍奉神，即係咁就係侍奉神。即係猶太教嘅一啲極端嘅猶太教嘅一啲嘅分子啦，咁包括咗掃羅，即係保羅啦，佢哋咁樣做，佢哋唔認識差我嚟嗰一位阿爸，即係唔認識阿爸，唔認識主。咁所以咧，但係咧，我同你講，預先講定啲說話，即係使你哋咧唔至於跌倒。即係咩意思咧？咁主已經預先同佢講啦，即係話咧，一切主都知道啦，主都係掌管住啦，主都係保守住啦。弟兄姊妹，我覺得好寶貴，即係聖靈嚟咧，就係使我哋能夠諗起咧，主同門徒咧講過嘅說話。聖靈嚟咧，佢的確係嗰一位，另外一位嘅安慰者。除咗主係嗰位嘅以色列嘅安慰者，咁聖靈咧嚟咧，亦都係能夠安慰我哋嘅心。佢就係使我哋能夠咧諗起咧，主同門徒咧所講過嘅說話。喺世上你哋有苦難，但係喺我裏邊咧有平安。留意嗰段聖經嘅時候咧，其實咧主繼續講嘅喎。佢話我去咧，你哋覺得好，你哋就覺得好憂愁。我翻到阿爸嗰度去，但係咧，其實我將真情咧話俾你知啊。咁呢個真情咧，即係一個真相，係一個 truth，英文係一個咧，係一個真理啊。係乜嘢咧？咁咧就係咧聖靈嚟，聖靈咧顯出咧，即係一個莫大嘅，即係俾我哋嘅福樂。咁甚至咧，人要逼迫你哋啊嘛，要殺害你哋啊嘛。咁但係聖靈嚟咧，佢正正咧喺世人心中咧作咗工作喎。佢話咧，但為保惠師要嚟，佢就要叫世人咧，即係佢哋咧為罪、為義、
為審判咧自責，為罪，因為佢哋唔相信我；為義，因為我往父嗰度去；為審判，因為呢個世界嘅王咧受咗審判，已經受咗審判。聖靈嚟，佢真係作工喺咧世人心裏邊，甚至殘害教會嘅掃羅，聖靈都作工喺佢心裏邊。所以咧《使徒行傳》最興奮嘅就係我哋話咧第二章係咪啊？聖靈降臨嘅時候咧，哇！咁當彼得同埋11個使徒咧站着去傳講主嘅時候，彼得提佢哋：你哋所殺害嘅耶穌，神即係將佢高舉。哇！聖靈嚟真係咧大大嘅榮耀主，使人真係知道咧最大嘅罪係乜嘢咧？就係佢哋唔信主啊，佢哋拒絕咧主嘅救恩。所以當時咧聽嘅眾人咧，佢哋咧英文話咧，佢哋嘅心咧 cut 啊，好似咧俾把刀咧切割一樣，好扎心。佢哋感受好強烈嘅需要。咁我哋應該點樣做啊？我哋應該點樣做啊？哇！聖靈作咗好厲害嘅工作。第一世紀教會嘅開始就係寫下咗一個咧好榮耀嘅一頁。所以門徒咧，佢哋不至於跌倒。雖然咧，佢哋受嘅逼迫係咁大，甚至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為司提反咧捶胸大哭。即係呢個係難免嘅。即係有陣時見到弟兄姊妹受苦，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好難過、好難受。教會有陣時我哋見到咧，呢個世代好多人都充滿住眼淚。有陣時我哋見到好多身邊嘅弟兄姊妹嘅難處，我哋同樣都會咧同佢感同身受。咁但係咧，呢一切唔叫我哋咧至於跌倒，因為好寶貴，主留下嘅係確實嘅應許，係新約嘅福。新約嘅福係涵蓋晒一切喺地上裏邊我哋所面對嘅，即係種種挑戰啦。咁但係咧，我哋仍然都可以咧得着秘訣。我哋靠住咧呢位咧愛我哋嘅主，即係同我哋苦難與共嘅主，佢冇撇下我哋，冇丟棄我哋。所以呢個就係門徒嘅信心同埋膽量嘅所在。弟兄姊妹，好寶貴，主係利用環境。耶路撒冷教會已經係咁興旺，但係主嘅心意咧係繼續嘅向前。咁所以咧係有咧猶太全地，跟住係有撒瑪利亞嘅即係嘅新嘅一頁。咁我哋一齊讀咧第八章第4節，咁我哋讀到第8節啦，好唔好？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因為有許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聲呼叫，從他們身上出來，還有許多癱瘓的、瘸腿的都得了醫治，在那城裏就大有歡喜。好，唔該。我覺得好寶貴，有人回應，即係主俾我哋嘅大使命。姑勿論係主動嘅去又好啦，又或者可能咧係被逼去嘅又好啦嚇。有陣時環境就係咁樣啦，即係擺明係咁樣啦。咁我哋去唔去咧？我覺得今日有好多弟兄姊妹嚟咗歐洲啦。咁我唔知你踏咗歐洲，你嘅諗法係點樣咧？係主動嘅要嚟啊，抑或咧環境驅使你嚟咧？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嚇。咁我哋隻腳咧已經踏足咗咧呢個地方。正如咧昔日
腓利咧踏足咗咧撒瑪利亞。咁撒瑪利亞咧係一個大嘅省份。咁喺北國嘅時候咧，古代嘅即係以色列咧，咁咧嗰陣時分南北國啦。咁北國嘅首都咧就係喺撒瑪利亞城。咁所以咧，腓利下到一個咧，即係撒瑪利亞呢個省嘅其中一個嘅重點嘅一個城啊。咁就喺嗰度咧去傳講基督啊。咁我相信大家對撒瑪利亞呢個名稱都唔會陌生，係咪啊？咁咧，主同撒瑪利亞婦人喺敘加，係咪啊？喺嗰個井旁嗰度咧講福音啦。咁主上耶路撒冷之前咧，佢都經過撒瑪利亞嘅村莊。嗰陣時啲撒瑪利亞人咧冇接待主，所以咧嗰啲門徒就好嬲啦，係咪啊？即係阿約翰同埋阿各，係咪啊？咁咧係啦，好嬲係咪啊？要吩咐主啊，你不如你吩咐用火咧，即係將佢哋燒死佢哋啦咁樣。即係好似諗起以利亞係咪啊？咁但係主講問乜嘢咧？你哋嘅心如何咧？你哋知唔知道㗎？咁原來咧嗰陣時點解撒瑪利亞人咧拒絕主咧？因為佢哋面向耶路撒冷。咁撒瑪利亞人同以色列人所謂純正嘅以色列猶太血統嘅人咧，係有一個嘅距離，即係或者我叫做咧半越文化啦嘅差異啦，因為佢哋係混種嘅，即係唔係純種嘅，即係猶太人啊，所以咧佢哋係俾睇低一線嘅，被看扁一線嘅，即係就係咁樣。素來冇來往，但係主都撒咗咧種子咧喺呢個撒瑪利亞嘅，即係呢塊地土上。雖然主吩咐門徒，即係撒瑪利亞城咧，你哋唔好入去啊，咁樣吓，因為主話咧要去去到咧以色列迷失嘅，即係嗰啲羊群裏邊，主有去嘅時候未到，但係去到當耶路撒冷嘅教會大遭逼迫嘅時候咧，時候就到啦。所以腓利佢去咗，我相信咧腓利咧喺佢心裏邊咧都回應咧主留下嚟嘅大使命。大家記唔記得咧馬太福音28章嗰個大使命啊？記唔記得啊？識唔識背啊？我盼望咧弟兄姊妹，即係呢個大使命咧，每一日咧都喺我哋心裏邊咧產生一個咧回響。主發出呢個咧，即係呢個大使命嘅對我哋嘅一個交託。主應許我哋有4個所有喺呢個大使命裏邊。佢話咧，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咧，都喺主嘅手裏邊。所以主吩咐我哋去咧，唔係送死嘅，而係我哋能夠經歷到咧神嘅權能。地上捆綁，天上都要捆綁；地上釋放，天上都要釋放。我哋嘅福音咧，傳到每一個地方咧，即係唔單止係言語，但係亦都咧係帶住咧嗰種嘅權柄同埋嗰種嘅能力嘅。因為咧天上地下所有嘅權柄都喺主嘅手裏邊。所以咁主就話咧，你哋要去啊，使咧萬民作我嘅門徒。所以第二個所有咧就係咧所有嘅人民啊，all nation all peoples。弟兄姊妹，真係好盼望咧，我哋咧嚟到歐洲或者我哋分晒世界各地啦吓，即係主俾咗我哋呢個大使命，all peoples all nations。咁第三個所有咧就係咧 all commandments，即係主所凡我所吩咐你哋嘅，都教訓佢哋遵守，好寶貴。承擔呢個大使命
就係咧主俾我哋咧一個最大嘅應許，就係最後第四個 all 咧就係 always 乜嘢咧？always present with us。呢位主咧佢係常與，佢話睇下看下睇下，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呢個世代嘅終結。弟兄姊妹，我哋真係有冇經歷呢四個所有啊？喺大使命裏邊，我盼望咧呢個大使命唔係俾一撮人，而係俾咧喺我哋呢個 Zoom 裏邊，亦都係俾我哋咧喺個樓裏邊分散喺全地嘅每一個弟兄姊妹。因為大使命，無論你心靈強又好啦，你覺得我唔喺狀態又好啦，或者我係久積弱咗好耐都好啦，但係呢個大使命咧係俾你同我嘅。腓力回應咗，佢係第一個咧踏足咧撒瑪利亞嘅門徒，佢做咗個 pioneer，佢做咗個先鋒。有陣時真係萬事咧起頭難，或者佢都可能吃咗好多苦頭，唔知俾人拒絕過幾多次。但我相信咧，腓利去帶住咧主俾我哋嘅使命，主俾我哋嘅應許，即係無往而不利。眾人都聽見了，看見了，就聽從咧腓利嘅說話，聽見看見就信了。主預備咗人心。腓利咧帶住咧主俾佢嘅權柄，呢個福音，呢個咁大嘅咁偉大嘅救恩，我哋怎能夠去忽略咧？使徒行傳希伯來書第2章講嘅話咧，這麼大嘅救恩，我哋怎能去忽略咧？呢個救恩係起先主親自講噶，後來係聽見嘅人聽見，我哋又去傳遞啦。跟住點樣咧？神用咧百般嘅異能、神蹟奇事，同埋咧聖靈嘅恩賜同作見證。所以腓利咧去經歷到，即係嗰種嘅神嘅權能，隨住佢嘅傳講，隨住佢嘅腳步，真係彰顯咗出嚟。啲人咧都扎心。咁大家知道咧，撒瑪利亞人咧，佢都參雜咗咧好多異教之風，係咪啊？即係好多嘅拜拜。咁但係咧，腓利去到當中嘅時候咧，咁帶俾佢哋咧好大嘅安慰。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忽略咧咁寶貴嘅救恩，唔好將呢個救恩咧視作等閒。所以希伯來書嘅作者去提我哋，哇！真係好寶貴，呢個福音去到撒瑪利亞城，就使呢個城嘅人咧大有歡喜。唯有呢個福音先擦乾人嘅眼淚，唯有呢個福音先能夠帶俾人咧最大嘅安慰。12節，我哋讀埋佢啊。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連男帶女就受了洗。所以咧，腓利咧唔單止講福音，福音係第一步。咁咧，但係如果唔係有一個最完整嘅、最好嘅開始嘅話，我哋就好難咧建造教會繼續落去。但係好寶貴，我覺得我絕對相信咧，腓利咧去傳，佢唔單止傳福音，佢都傳咧呢個大使命，即係主所吩咐嘅。咁就係咧，即係凡主所吩咐我哋嘅，我哋都教訓人去遵守。所以咧，撒瑪利亞人咧，佢哋信咗主之後咧，連男帶女咧都受了浸。哇！真係好寶貴，弟兄姊妹吓，咁受浸係眾多嘅所有嘅即係吩咐誡命裏邊咧，似乎係凸顯咗出嚟嘅。大家理解到個原因嘛？
點解咧？話凡我所吩咐你都教訓佢遵守，點解又刻意講話咧？嗱，即係要奉父子聖靈嘅名咧，幫佢哋施浸喎嚇。點解特別要提受浸咧？因為有受浸，我哋更加能夠明白，我哋更加能夠進入，即係與主聯合，我哋能夠活出一個咧美麗嘅新人，我哋能夠咧繼續嘅即係建造上去。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重中之重嚟嘅，即係受浸啊！咁所以跟住即係所吩咐嘅，都教訓佢哋遵守啦。弟兄姊妹，神嘅道路真係超過咧人嘅道路，神嘅意念非同人嘅意念。似乎係逼迫，似乎係艱難，但係主使一切嘅艱難、一切嘅逼迫，似乎唔好嘅，亦都包括埋弟兄姊妹殉道，但係都成為咗咧一個咧化妝嘅祝福。我盼望咧，我哋所踏足嘅地方，就好似咧昔日腓利所踏足嘅呢個撒瑪利亞城一樣，地真係出咗土產，神真係我哋嘅神。呢篇詩篇係一個好廣闊嘅詩篇67篇，佢話佢詩人呢一個好遠大嘅眼界，佢話願神憐憫我哋，賜福俾我哋。教會真係好需要主嘅憐憫，以致我哋能夠咧承擔主俾我哋咁榮耀嘅職事。主啊，我哋今日唔係孤單噶，因為咧聖靈已經往普天下去，同我哋同心同工。關乎到腓利嘅生平，只係一章多啲啦。咁但係咧，似乎聖經好凸顯呢一章嘅聖經呢個人物，似乎咧繼續嘅俾我哋體會咧，即係我哋可以喺每一個階段裏邊能夠回應佢。我哋繼續讀26節至到31節啦。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往南走，往那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曠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個埃提阿伯的人，是個有大權的太監，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總管銀庫。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現在回來，在車上坐着，念先知以賽亞的書。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裏，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嗎？他說：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唔陌生呢個記載嘅，即係關乎到腓利。咁喺撒瑪利亞工作正正如火如荼嘅時候，主嘅使者向腓利顯現，亦都有聖靈嗰種嘅感動，就使腓利咧轉跑道，轉一個工場。唔係好澎湃，唔係一個好多嘅好大嘅群眾。主感動腓利向南走，去到迦薩，咁一個靠海嘅一個地方啦。咁經過曠野，聖經裏邊記載，腓利就起身動身去了。可能好多人都會摸唔着，即係大惑不解啊！咁點解咧？明明係一個咧咁如火如荼、咁興旺嘅撒瑪利亞城，因為甚至連當時耶路撒冷嘅彼得同埋約翰咧，都前往去支援，想壯大即係當中嘅工作。
但係腓利咧，佢繼續嘅順從聖靈嘅引導，去體貼聖靈嘅意思。咁於是咧，佢就上路。咁喺路上咧，就遇到埃提亞伯，即係咧，咁埃提亞伯咧，咁係一個非洲嘅即係一個國家咧，古實人啦嚇。咁一個嘅太監，一個應該類似一個財政部長啦，或者現代人咁講啦。我諗大家都理解到呢個太監咧，佢嗰個位高權重啊，即係咁樣啦嚇。咁但係聖靈咧就感動腓利嘅，就係你貼近呢架車啦，就近呢個太監啦。咁就係一刻即係其實咧，剛剛遇上，啱啱遇着剛剛啦，即係咁講啦。一個咧就係好有心去尋求嘅人，一個咧就係好俾聖靈咧差遣嘅人，感動嘅人，就兩個咧 perfect match 啊，就咧大家咧搣埋一齊。弟兄姊妹啊，其實呢個就係你同我過往嘅好多時嘅一啲嘅經歷嚟㗎。大家同唔同意啊？大家你人生裏邊有冇經歷過啊？就係有人主感動你，聖靈感動你，去及時嘅去幫一啲弟兄姊妹，或者佢嘅家人，或者一啲未信嘅人，係咪啊？聖靈就係咁活噶啦，佢就係引導住腓利去靠近呢個太監。腓利唔需要講一個好即係全備嘅每一點證明有神，因為佢已經聽見咧太監咧，佢已經咧係讀緊聖經。嗱，當然我相信呢個太監喺耶路撒冷，佢都作完禮拜，係咪啊？即係佢都去敬拜，但係未清楚。咁咧就讀到咧以賽亞書，冇人指教我，我又點能夠明白咧？於是太監就請咗咧腓利咧上車，就同佢講啦，即係就咁腓利就同佢講福音啦。咁咧亦都引用翻咧以賽亞書嗰段嘅經文啦。咁到呢段聖經嘅時候，其實心裏邊咧即係描述得呢段都好描述呢個都仔細嘅喎。咁其實我自己心裏邊都好感動，即係當呢個太監去讀呢段聖經嘅時候，其實呢個福音咧就係一個動人嘅福音。有陣時我哋用好多花巧，要增加一啲吸引力，啲人去聽福音。但係其實當聖靈作工嘅時候，聖靈開啟神嘅話嘅時候，聖靈咧同作見證嘅時候，人嘅心會被咧主嘅愛咧所感動，因為聖靈將神嘅愛澆灌喺人嘅心裏邊。因此我哋需要更多嘅禱告。有陣時我哋越嚟越多經驗去傳福音，或者我哋越嚟越多一啲智慧嘅說話，但係一切唔及咧聖靈作工喺人心裏邊，將神嘅愛澆灌喺人心裏邊。福音本身就係咁有吸引力，因為呢個福音講出咗你同我嘅價值，呢個福音講出咗咧神嘅大愛。一齊讀32節到35節啦。他所念的那段經說，他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卑微的時候，人不按公義審判他。誰能述說他的世代？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奪去。太監對腓利說：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着誰？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別人呢？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到底每一個人咧心裏邊咧都有一個空缺，都有一個好大嘅需要，
靈魂嘅深處。聖靈動工喺呢個太監心裏邊，尋求嘅就能夠尋見。呢個太監或者佢真係咧係一個好尊貴嘅身份，但係佢身體咧有缺陷。好多人嘅內心裏邊，即係有好多嘅自卑，即係不足為外人所道，只能夠帶住一個歡笑嘅外，即係一個面具啦，去面對人。但係呢個太監當佢讀到主嘅審判被奪去嘅時候，佢係特別有感覺嘅，因為一個有權柄嘅人更加會體會到一個審判嘅權利都被奪去嘅話，即係嗰種嘅嚴重性。我哋點樣描述嗰個世代咧？即係話呢個係一個最唔公義嘅世代，連審判嘅權利，即係我哋所謂法律援助係咪啊？即係一個權利咧都被奪去，即係你成個即係天下烏鴉咧一樣黑，即係連掌權嘅都係黑暗嘅。你話嗰個係咩世代咧？主就係咁樣咧，被釘死喺十字架上，被宣判死刑。一個最有感覺嘅呢個太監，去了解到點解一個人咧可以去到一個咁嘅地步。腓利就同佢講耶穌，講主耶穌，佢係神嘅兒子。但我相信最近嘅種種嘅災難咧，都帶俾人咧，即係心碎，或者亦都有人咧可能憤憤不平。人總會為一啲唔公義嘅事，會咧有一種嘅義怒。但係弟兄姊妹啊，福音嘅內容係乜嘢咧？就係呢位主，佢就係咁樣默默無聲嘅去承擔住我哋擔唔起嘅罪債。佢就係咁樣默默無聲嘅去承擔，即係神對罪惡嗰個公義嘅制裁。到最後呢個太監，佢即係得救得好榮耀，好快樂。我盼望弟兄姊妹，我哋睇見咧，今日我哋所擁有嘅、所傳嘅，的確咧帶俾人安慰。我唔詳細講啦，咁有機會弟兄姊妹自己可以睇多少少啦，睇翻可能思想翻。咁雖然係好熟悉，但我盼望咧弟兄姊妹喺當前嘅一刻，你同我咧都係責無旁貸嘅。求主都使我哋咧心裏邊咧充滿住負擔。聖經對腓利嘅往後嘅描述咧唔係好多，但係聖經點講咧？後來咧喺亞索都咧係喺嗰個迦薩咧對上少少嘅一個嘅，即係一個近處嘅另一個城啦，就遇見腓利，去走遍嗰個地方，亦都喺各城裏邊咧傳福音，直到該撒利亞，佢定咗落嚟。咁該撒利亞再喺北部一啲嘅一個以色列，即係嗰個一個城啦。咁聖經嘅結尾咧係記載咗咧喺關乎腓利咧係喺使徒行傳嘅21章第8節嘅。咁不如我哋讀埋佢啊。第二天，我們離開那裏，來到該撒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家裏，和他同住。他是那7個執事裏的一個，他有4個女兒，都是處女，是說預言的。咁說預言英文就 prophesy，即係話咧，亦都可以話去講道嘅，即係咁樣啦嚇。咁呢個就係聖經對結尾對呢個門徒嘅一個描述。路加稱佢為咧傳福音嘅腓利。呢個名稱咧係一個好挑戰性嘅一個名稱嚟㗎，大家認唔認同啊？如果人亦都有咁樣叫你嘅話，
你覺得係咪一個挑戰啊？弟兄姊妹，實際上我哋每一個咧都要做咧傳福音嘅腓利。佢嘅人生去回應大使命，佢嘅人生回應呢個榮耀嘅福音。佢同佢嘅一家正直咧就係為福音努力啊，所以有福音嘅移民。佢係一個福音沙場嘅老兵啊，所以咧連保羅第三次旅程咧都要拜訪阿腓利啊。唔知佢哋相聚嘅時候咧，佢哋會唔會大談咧？哇！即係前面嘅大計咧啊，應該點樣去開展咧？同埋邊一度咧啲人有心咧咁樣嚇？唔知啊，佢哋可能都講咗好多佢哋傳福音嘅經歷。咁喺英國咧，曼城大概一個鐘頭嘅車程度啦。咁咧喺列斯對落大概30公里或者 Doncaster 嘅大概廿幾公里之間啦，即係 Doncaster 同列斯之間啦。咁有一個城市叫做 Barnsley。咁呢個城市有咩特別咧？咁咧曾經呢個城市裏邊咧出咗一個家族。咁我幾年前咧睇一啲嘅福音嘅刊物嘅時候咧，係記載咗呢個家族係八代相傳嘅。八代相傳乜嘢咧？係對中國傳福音嘅使命。而家應該可能係第9代嘅。咁呢個家族裏邊有一個成員，有一代佢個名叫做 Hudson Taylor 戴德生。其實大家你哋就識㗎啦嚇。不過咧新一代或者年青一代咧就冇我哋以前咧睇咁多嘅傳記。弟兄姊妹，戴德生有一句説話，佢話乜嘢咧？假如我有1000英鎊，即係我有1000磅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嘅支取。假如我有1000條嘅性命，我唔會留一條咧唔俾中國。佢呢句説話有冇應驗到咧？佢都冇1000條嘅性命，佢冇1000條嘅性命，人只能夠有一條。但係佢身邊咧有數以百計嘅同工死喺中國。特別係義和團事件。咁戴德生佢太太同埋佢4個仔女咧，都係葬喺中國嘅，都係熱病死啦。啊，咁所以呢個城市咧係出咗一個家族，八代相傳。150幾年前踏足中國，廿歲出頭。人為主同埋福音捨棄咗好多，但係主會更多嘅，即係更多嘅償還，更多嘅回報。弟兄姊妹，今日點解我哋嚟到英國咧？百幾年前啲人問戴德生，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咧，佢已經聽到咧，中國咧係一個好聰明嘅民族，中國人係一個好聰明嘅民族，好多嘅發明。所以佢細個已經同爸爸講話咧，我要去中國，我要去中國，好細個。咁呢爸爸媽媽即係笑住啦，一個小朋友嘅一個想望，一個戲言啦，或者咁講啦嚇。點知呢句戲言咧係成真㗎。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點樣將呢個福音嘅重要傳遞俾我哋下一代咧？主俾我哋呢個留嘅使命，我哋點樣能夠傳遞落去咧？我唔詳細講得太多啦。咁咧，初期嘅《使徒行傳》裏邊都記載嚇，無論喺猶太或者喺加利利或者喺撒瑪利亞各處咧，都得平安。咁咧，蒙聖靈嘅安慰。咁願主咧，藉聖靈咧，安慰眾教會嘅心啦嚇。咁喺我哋蒙聖靈安慰嘅時候咧，咁我盼望我哋同樣用呢個安慰咧，去安慰嗰啲同樣咧遭受咧患難嘅人。真係有好多福音聚會，好多人咧，佢哋感受需要嘅。咁我下一次會繼續講咧，道傳人人啦。咁
喺我準備呢個信息嘅時候咧，我喺香港咧，我都想訂一批書翻嚟，就係叫做給全球嘅信息。點知咧，幫我訂書嘅弟兄講話，其實香港而家好多區嘅給全球信息咧已經斷咗貨啦。弟兄姊妹，你有冇擁有一本嘅給全球信息咧？可能你已經送咗俾人，自己都冇呢本，即係我指實體版啊。你嘅仔女有冇擁有一本給全球嘅信息咧？你有冇教佢用呢本給全球嘅信息咧？即係哥哥姐姐有冇教弟弟妹妹用咧？大家知道呢個嘅給全球信息嘅緊要，咁有機會再同弟兄姊妹分享啦嚇。咁但係我好想弟兄姊妹常作準備，亦都常作裝備。我好想弟兄姊妹3分鐘嘅見證，亦都有5分鐘嘅福音。因為喺危難嗰一刻講福音，我哋都唔能夠講得長，唔能夠長嘅話，我哋點樣能夠講得全備咧？我哋需要把握住機會，因為香港人嘅價值觀，佢哋受緊衝擊。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都看重我哋身邊同我哋有關係嘅人，幫我哋列出我哋福音嘅對象，我哋每天嘅提名嘅禱告，我哋都去出席、去支持、去邀約，亦都為聚會禱告。呢個唔係單單遙遙嘅事，呢個亦都唔係單單你區裏邊帶領嘅哥哥姐姐嘅事，唔係一小撮嘅同工嘅事。因為呢個福音係你同我一同嘅要去承擔。喺呢個災難嘅時刻，你有冇諗到一啲久違咗嘅弟兄姊妹咧？因為我講喺苦難裏邊，基督徒咧係最有知覺嘅，基督徒亦都最有資格去幫人咧介紹人點樣去解決喺苦難當中咧能夠得着真正嘅安慰。我哋需要咧即係各方面資料清晰啲啦，因為難免有人咧佢會揾教會。每一次嘅福音聚會，我哋需要咧注重咧強嘅人手，因為係當前呢一刻人有需要。肥利咁識得做個人工作，所以佢係帶咗一個咧影響力深遠嘅一個埃提阿伯嘅呢個大臣，一個超級嘅 BB。弟兄姊妹，求主都希望咧喺歐洲嘅各城嘅教會啊，